Hello，大家好。今日咧就有兩位海汕嘅阿姐嚟賣黃金，賣劍，OK，賣劍。貴州嚟嘅。外州唔係佢唔係幫你認識㗎，佢外招嘅客，佢飛堆嘅朋友，飛堆嘅朋友，因為飛堆喺外招，飛堆好多人喺我嘅 YouTube，因為佢哋喺外招喺飛堆咧就冇乜回落嘅，咁佢一味要喺 YouTube 咧就會好多人咁喺我，咁佢咧外招嘅唔知標妹或者咩就介紹佢嚟呢度賣，所以我外招唔係外招，你咪依家我咧就唔係喺紐約紅啊，我喺外招外國好紅啊，香港海辦都好多人識我Lina May，我叫梅麗娜，我喺來自海汕梅家藝苑 ，OK， 所以就當然我哋本身都係海汕人嘅但喺紐約我哋咧就到咗24年啊。如果你喺紐約咧，成日而聽向148我哋成日喺148賣廣告嘅但係依家咧主要我係通過我嘅 YouTube 嚟播，我依家喺 YouTube 好紅反正會有海灣，我都好客戶都招呼我，然後香港好粉絲所以今日嗰兩位海大姐就係佢外招嘅親戚開咗我嘅 YouTube 介紹佢哋嚟所以好奇妙係咪？所以就呢個好我哋 YouTube 呢個平台啦，如果唔係冇咗 YouTube 咧，我只可以到紐約嘅生意，有咗 YouTube 我可以做全世界嘅生意，所以我人咧都要不可忽視呢個潮流嘅改變即係唔係話你話燒住個鋪頭，你依家鋪頭你鋪行入嚟嗰啲客，我哋反而唔係咁重視㗎啦，又一定要用個 YouTube， 因為佢已經因為我到 YouTube 到咗，其實我喺 YouTube 已經要10幾年㗎啦，但係正式好認真咁到咧就係6年前開始，疫情開始咧就通過網上去賣啦。咁呢6年來都真係全世界累積好個分數㗎啦。我哋喺紐約係做咗2002年開始到然後咧就喺紐約到咗24年，係一個有啲有20幾年嘅共同啦，咁你20幾年對一個自保人嚟講，其實你話長又長，話安又安都唔算係好長。我哋好勤力去做嘢，每年我都去香港4路啦，或者有時5路嘅香港自保展。我係梅家藝苑，如果3月份咧就如果我啲時間啱咧，我都一本翻去海汕梅家藝苑拜都靚啦，即係如果時間有時唔啱，我就唔係話咩咯但係大部分時間我3月份都會有海汕，所以我亦對海汕咧我哋海汕本地人要1萬人，但係喺外國海外嘅華僑都要1萬人，所以我哋都好多。100萬外國嘅150萬。唔係1000萬咩？100萬。唔係嘛？唔係我講錯咗咁100萬。 100萬唔係我嚟嬲Tony 佢話我報嗌咗數，唔係喎100萬㗎。咁唔得喎，咁我嘅更正下，我嘅100萬人所以我海汕我都成日翻去嘅，咁我咧都好個同學，撈路都要同我買自保，我個細佬咧Tony May， 佢都好多同學同佢買自保，都好支持我哋大家海汕嘅朋友嘅支持 ，OK， 咁我哋喺紐約咧就小企黃金呢個業務咧都已經要入4年，咁咧就嗰陣時咧我啱啱開始到自保嘅時候，大家都好保守唔敢廣告話小企黃金，咁我哋開始做呢行咧，咁你要諗你靠咩嚟生存咧？係咪？你鋪紅你咁點同人哋競爭啊？你幾間鋪係會賣自保嘅，係咪？紐約係有幾間鋪，聽幾間咧就咁你點樣生存咧？我當時我就都係要你其實你喺每一個行業要生存，你一定要學度橋嘅。
你靚點生存咧 ，OK， 窮得病，病得窮。咁我咧就我嗰陣時我睇到一個市場就係、少企黃咁嘅業務，呢個冇人啱廣告，當然佢哋都要都提價都要到少企黃咁，但係冇人啱廣告。咁我係一個喺紐約，一個好毅力咁啱廣告。我記得當時1480嘅廣告費係40幾蚊，世界嘅報啊都係幾聽咁啱嘅，每一我哋發好啊廣告廣告我哋按時，因為我哋啱啱開始做嗰陣時，你根本又冇乜貨，又冇乜成啊，你憑乜嘢喺個行業聊得生存落嚟咧？係咪？咁我哋開始就係真係靠啱賣廣告，少企黃咁 ，OK， 少企黃咁咧，咁就大幅喎啱廣告，咁我哋就生存咗落嚟啊！所以直到依家24年過去啦，我哋都仍然係好重視呢個項目。我諗對24年嚟，我哋都不斷咁去頓數。我讀機咧都係 GIA 美國寶石學院畢業嘅，我係做咗自保好年少，我覺得對去學習，咁我就係完全停咗做。冇做嘢就直接去屋市啦，去美國屋啦，去意大利屋啦，咁係咪？咁因為要去升讀機呢心美去升讀機嘅心美同埋嘅藝術眼光啦，咁多個人努力都喺紐約咧，甚至全世界嘅自保行業都要我團隊嘅價值 Lina May，OK， 你一講 Lina May。紐約好嘅朋友都識我嘅，因為我有好多好嘅活動啦，係咪？嗱，我有法拉盛好承任啦，眼信男女教育每個月都有一場眼信男女教育，有一個活動係叫辣媽勁芳華，好嘅活動咁所以咧就都江毅嘅朋友嘅支持就生存咗落嚟啦，依家就更加開闊市場包括咁乜我都好開心，因為通過我嘅 YouTube 頻道3號台，我有4個頻道，我一台咧就係東台啦，任何嘢都播；我2台咧就藝術頻道，其他頻道全部都係講國語嘅，因為我哋80%嘅客戶都係講國語嘅。咁依家我想開闊我哋江岸更加我江岸海山人喺我嘅頻道，所以就今日咁一開始就單加海山話，即係唔係我日夜，不過可能我盡量一個禮拜會1兩條講海山話咁啦，咁就大家要黃咁聽套演咧就嚟揾我啦，揾我哋啦咁咧就嗱買賣都得嗰陣時我哋喺1480嘅口號就叫做我哋嘅會議自保，買賣都如會議 ，OK， 你乜嘢都會議案 ，OK， 會議案會你所案會議嗱，依個賣就係咁賣，我哋好明碼實價，你賣俾我哋，如果係信嘅咁咧就8折，係咪真係嚇？信嘅咁8折，我一叫咁咧8-5折全行對夠噶啦。嗱，賣出就係咁嗱，依個賣出價25M 6克3頂968就依個賣出嘅價啦。我哋有靚藝有細，我哋賣依個咧，我哋嘅消毒費就好啦，明碼實價。我哋跟我買嘅話咧，就我哋就係依個價，冇價消毒，冇價嗰啲工程冇加工費 ，OK， 所以希望海山朋友咧介紹嗱，好似頭先條靚嚟嗰兩位海山靚女，我都有送嘢俾佢哋因為海參啦嘛，一早係用過我嘅微信嚟，用過我嘅 YouTube 嚟，用海山話嚟同大家介紹我嘅業務，我嘅產品同埋業務。我海山話其實都冇乜有講啦，咁多年來根本就冇乜有講啦，但係依家為咗擴展業務，都係要講一講海山海外有100個萬海山朋友如果有150萬咪你係咧？你話係咧話100萬，依家150萬，OK。喂Jimmy你都嚟海山話講兩句啦，過嚟啦。咁我哋嘅攝影組都係海山嘅，因為一個團隊都好海山嘅。嚟啦，講兩句啦。佢又同我網上賣，依家時代不一樣啦，乜一睇都同我網上賣。你過嚟講下，你都可以介紹下你個網喺邊度嚟講啦。
嗱，呢個 Jimmy 亦都係嚟自海山海上 ，OK， 係咪海山？係嚟，你喺邊度賣海山啊？我 Facebook 啊 eBay ？Facebook 叫咩名啊？叫乜名啊？係咪先？ Jimmy Tan 珠寶。係啊，Jimmy Tan 珠寶 OK， 大家喺 Facebook 嗰度 eBay 嘛，係咪啊？因為時位唔一樣啦 ，OK， 咁我哋就。好，咁呢個大概咁講下算啦，就主要嗌家呢對我嘅業務 ，OK， 好乜嘢買賣都得，咁你就希望你大家訂閱頻道，訂閱我嘅頻道，然後咧就咩啦，買賣都得啊，我有1號台，大家可以去我嘅1號台、2號台、3號台去 ，OK。哎呀，有客嚟啦，得，冇辦法啦，因為人手唔夠，好啦，多謝大家收睇啊，慢慢會講翻海山話啦，多謝啊。